给大家开开眼界，看看中国非遗到底有多惊艳。妹妹，上才艺。安排。别急别急，后台粉丝大家都想看你敲一个黄蓉，问你可不可以做。有照片吗？你看一下。可以是可以敲，不过我就只是一个普通农村的，这个要敲100多个小时。到时候敲好了，会有人看吗？只要你敲得好，肯定会有人看的。而且这个也是一个非遗的手艺，现在都快失传了，你就让大家开开眼界嘛。好吧，没问题，安排。依稀往夢似曾見，心內波瀾現。拋開世事斷愁怨。相伴到天邊，作草四方，沙漠蒼茫，哪懼雪上撲面，射雕人方塞外奔馳，笑傲此生無纏綿，應知愛意似是流水，斬不斷理還話，身經百劫也在心間，因義兩難斷。作草四方，沙漠蒼茫，哪懼雪上撲面，射雕人方塞外奔馳，笑傲此生無纏綿，應知愛意似是流水。身經百劫也在心間，因義兩難斷。身經百劫也在心間，因義兩難斷。依稀往夢似曾見，心內波瀾現。開世事斷愁怨，相伴到天邊，作草四方，沙漠蒼茫，哪懼雪上撲面，射雕人方塞外奔馳，笑傲此生無纏綿。金哥哥，金哥哥，沙漠蒼茫，金哥哥，哪懼雪上撲